今日水燈節咯。泰國嘅節日嚟啦，其中一個。呢個節日主要做咩咧？攞盞以前咧現成有盞燈可以拍一拍，上面有香啊，有蠟燭嘅。以前咧就攞啲荷葉啊，即係或者有啲蓮心啊，啲蓮心攞嚟做嗰個浮台。攞嚟叫做祈福又好，叫做類似我哋中國人放生啦嚇，即係叫做將啲災難啊啲咁放喺走嘅。唔好意思講個閪字，仲想點啊？嚇個閪字都講埋啦。傳統節日嚟嘅，個天好似有啲想落雨，不過唔怕，橫掂乜水燈節落啲雨啱嘅。今日佢哋仲會放咧，我哋啲孔明燈啊，佢哋都會放嘅。一啲叫做酒精罐嘅一啲火把，可能夜晚會點起啩。依家未黑晒，唔知點唔點啊。即係琴日咧就係第一日，今日叫第二日，我哋叫出得嚟遲嘅啦。可能好多活動我哋都未必參與到。純粹出嚟打一把夾磚，帶大家睇睇泰國嘅節日嘅。呢度係位於泰國嘅東北部黎益府啊。呢度有一個市中心嘅叫做綠化公園吧。有一個公園喺嗰邊啦，着晒燈啦。跟住呢度成個公園嘅周圍咧，就係以一個環形嘅一個水道。同埋呢度行緊嘅全部單線嚟嘅。今日叫做好多人啊，琴日應該仲多，兼且仲要封咗唔少路，琴日，所以我哋琴日冇出嚟。今日少人啲先出嚟，坐風出行啊嘛。人哋準備放燈啊，影相啊。我哋想買盞燈放啊，定係借人哋盞燈撈個大頭相咁柒啊？呢個錄埋入去唔係冇啊嘛？燒緊香啊！啲燈可以自製燈喎，但係盡量都係用翻啲叫做植物啦，睇下幾閪多魚，供下咁樣。下邊幾閪多魚？啲魚咬起燈啊，可能啲自製燈啊，應該攞碌柚，係咪碌柚？麵包啊！嗰啲膨化餅咯。係啊，攞嚟餵魚啊嗰啲順便。咦，唔會造成污染啊？係啊，喂，有個重點喎，啲魚將你嗰啲唔好嘅嘢食下撚晒，準備俾人劏，係嘛？變相啲魚幫你受鳩咗喎，都好嘅。呢度做咩？執翻隻鞋啊？唔係喎，盞燈嚟喎。下邊係膠，所以佢執翻。影學生妹先都去睇，影我啲塑膠閪人睇啦。咦，嗱有隻鱷魚啦！又係啲餅做，一睇就知。但係點解啲魚唔食嘅？啲餅會溶㗎嘛？唔係餅喎係嘛？唔係餅係嘛？係啊，餅啊，溶緊啊下邊，個底已經溶緊。想去買翻盞燈放啊！將你啲衰氣放走晒，等於行一個公園行一圈。喺呢個公園咧，都就咁圍住外圍啊！即係我哋依家行緊呢條人道。夜晚好多人跑步嘅，呢度跑晒過去就1.6公里。嗰度仲有啲燈船，隻船就喺度啊！有嘢睇啊，咁晚用。咦？呢間新嘢喎，新開啊！我哋之前邊有啫。全部都係環保材料啊，唔係椰子殼就係荷葉，再咪就蓮台。呢啲唔係放㗎啦，呢啲喺度俾人睇嘅啫。俾人睇嘅啲參展嘅呢啲人哋。睇下電視啊，唔好阻住人哋妹妹仔影相。Hoài thầy
嘅版本啊。嗱，仲有自己整盞燈喺度射住。啊，仲有水燈節唔係固定日子喎，佢係計佛曆日嘅喎，即係有可能今年係11月4號到6號，咁啊舊年就係11月嘅11號到13號，即係佢每年即係按照好似我哋計農曆咁樣，佢哋係計佛曆。如果計佛曆嘅話，泰國今年係2568年啊！有啲假花，唉，真係黐膠花。呢個沉緊喎，唔知啊。陰公我哋飯都未食啊，唔通真係喺度等表演啊？睇下算啦，呢啲嘢。เมล็ดข้าวเปลือกเมล็ดข้าวสารหอมมะลิเมล็ดข้าวไรซ์เบอร์รี่เมล็ดข้าวโพดเมล็ดถั่วเขียวเมล็ดถั่วเหลืองเมล็ดฟักทองด้านบนทั้ง8มุมประดับด้วยตราประจำพระองค์สมเด็จ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ชนนีพันปีหลวงส่วนกลางประดิษฐ์เป็นลายผ้าไหมแพรวาราชินีแห่งไหมซึ่งสะท้อน 嗱，學校做嘅呢個。ที่ช่วยอบอุ้มและช่วยชีวิตการแสดงสายน้ำพระองค์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ม่ลืมของกรมหงส์สมนีประจำปี 2568 นำโดยนายชวลิตลำพายผู้มีการเชี่ยวชาญวิทยาลัยอาชีวศึกษา101คณะผู้ 嗱，好似我哋啲花街咁啊，嗱有舞龍啦，不過佢呢條唔應該叫龍，佢呢條係九頭蛇，係啊，九頭蛇㗎嘛。喂，屌！我哋行呢條係咪人哋比賽通道嚟嘅？哦，一間應該有啲咩儀式睇嘅喎。由於近期啊，皇太后駕崩咗，咁啊跟住佢哋啲公務員咧好多都係即係冇叫做禁娛啊，但係大部分公務員咧同埋外帶皇室啲人咧都會着得比較素衣啊叫做，即係都係大部分以黑色為主。咁啊，同埋啲政府官員就算唔係着黑色，隻手臂都好似我哋中國人咁樣，即係有屋企人走咗啊，或者係有啲白事咁計，會圍塊黑布喺個手臂度嘅。嗱，依家仲係放緊舊太皇嘅相同埋皇太后嘅相喺嗰度啊，應該係叫做有個悼念儀式吧。我可以見到呢啲建築物全部都掛住啲黑白綾，啲建築物全部都掛住啲黑白綾。嗱，連呢座咁嘅屌閪塔，平時都係啲紅紅綠綠嘅藍色嘅燈，依家間全部用晒白燈啦。係啊，類似於我哋啲花街咁咯。但係呢一個 moment 好似係喺度紀念緊舊太皇，我唔係舊太皇嘅相喎，公主啲相嚟喎。睇啲燈仔。呢個係咩學校？佢呢間高中嚟嘅呢間。我幾中意聞喎，特別過年嗰陣時。唔係，佢呢度啲香同我哋啲香唔一樣啊。成堆安保人員維持秩序。我想買把氣球俾你啊，智細佬。咩？人哋企咗個浮台度，潑盞燈出去。咁啊，其實以前好多都係喺河度放。所以其實佢呢度好有好處，即係佢唔會為咗好閪靚，佢而做晒嗰啲叫做唔環保嘅材料。佢呢度啲都係比較樸素同埋環保嘅材料，最緊要係全部葉嚟嘅。
咁啊，除非你話啲香啊、蠟燭啊唔好環保嘅。皇太后嘅紀念皇太后啊！影相。喂，又係有乾冰啊，又有霧化器啊，呢個可以喎，用心製作喎。喂，佢霧化啲係香薰嚟喎，嗱，全部都係竹嘅，呢個都係竹嘅，跟住要插咗好閪多撚國旗。